程志远死了，杀死自己的手下不好受吧？瑶儿要是不死，程志远就不会死。你这是在怪我吗？不敢。他们私下偷情已是死罪，我帮他们隐瞒了这么久，已经是对他们的恩赐了。要怪就怪他们明明知道宫中有规矩，却还要在一起。还有你，埋个尸体都埋不好，还让天不同给发现了。若不是如此，程志远还能多活几日呢？你口口声声说天目同不会来破坏计划，可围巾的局面，你还控制得了吗？是我无能。这句话我已经听腻了。围巾之计，我们只有提早行动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生出多少枝节。那您肚子里的移魂鸟怎么办？移魂鸟已经成型，只是多耗些阳寿而已。云香容，你和我都没得选择。那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？今晚。只要过了今晚，几个天目童恐怕也是没用了。我怎么睡一天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哪儿去了？哎呦！叫师傅出来玩会儿。哎呀！
钻到哪儿去了？你谁？谁呀？谁呀？宁妃，怎么是你？你不在宫中养胎，到这儿做什么？我心中挂念太后，便来看看。你的孩子？孩子已经出生了呀！你又发疯了！来人呐！别喊了，太后总是操心，如今也该歇歇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也是妖怪？怎么又是妖怪了呢？说的可真难听啊！龙种呢？哪儿来的龙种呀？我腹中怀的可是移魂鸟，如今已经长大了。天目童，别喊了，老东西！今晚谁都不可能来救你了。你是我？我是谁呀？你当然是我了。你这个妖人！你自己看看吧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有这么惊讶吗？也是。这个世界上，谁能面对面看到自己的样子啊？你居然跟我换了身体！没错。怎么？